这 CD 转盘的，吼，咱这 CD 转盘就是结合讲咱厝内底有即个无爱用的即个啥无爱用的即个 CD 的部分，是讲咱家己无爱的即个纸箱啊，会当做结合啊，因为受到即个地球暖化的即个影响啊，所以呢，咱爱地球，咱嘛爱有 DIY 的即个观念。你看像讲拄则咱讲的就是甲环保做结合，甲 DIY 嘛。你看咱做出来物件就是安尼，吼，大纸吼，用这个 CD 的部分呢，甲咱做出来物件安尼，你看会当互囡仔算，甲咱的教学做结合。譬如讲食，安尼试了是伊样这试了就是咱的啥，即个喙唇音，咱的主音喙唇音嘛吼，这规拢喙唇音就当计量啵。大纸咧，咱的大纸咱就摕小可影一个安尼就搭好啊。大地这个部分，当然也下迄个 size， 所以你大纸贴开了后呢，你先甲搭落。好，咱搭平了后呢，咱对这边仔这圆这，边仔这圆这个所在，你第一遍挂了后，你就这边仔拢有这种顺安尼吼，照这顺安尼去甲挂好，安尼咱的迄个圆形啊，咱就加起来啊。安尼就完成啊！来就是要来加内底即个圆形，会使啊！咱就等伊搭，你看一边拢搭嘛，拢固定伊就当灯饰，咱就拢会当灯饰啊！吼，来讲点即个，这是好嘛，咱的主音好嘛。若讲囡仔就介意家己转，你就互家己转。伊要点这嘛是会使，这就是咱的鼻声母这个部分。以上是甲大家讲要安怎做这个国语宝啦的这个CD转，多谢大家。